清晨，香嫂便提着锄头来到菜园。前些日子种下的豆角，如今已窜出鲜嫩的藤蔓，长势正好，是时候为它们搭个爬藤架了。菜园一直坚持天然种植，几场雨过后，里面长满了杂草。香嫂准备这些杂草全部清理干净，然后用竹竿为这些豆角搭建爬藤架，让它们能够更好的攀爬生长，结出更多的果实。将备好的竹竿一根根插进土里，在豆角苗之间搭起整齐的三脚架，再用细麻绳在交叉处扎紧，架子立得稳稳当当，就等藤蔓顺着竹节一路攀援。在夏日里挂满沉甸甸的豆角，香嫂准备为豆角搭建完棚架，便将菜园里成熟的黄瓜和其他成熟的青菜采摘下来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售卖，换回一些收入用来补贴家用。